免不带这么个客栈，侬客栈会面话行里面的当中，侬客栈会面话也是做一黑怪面虫，哒哒哒哒，也是做黑怪面虫，黑面怪面虫，也是参与呢三个面头加贝罗拉翁加贝罗蒙，也是草。你呢三个面头，卡贝拉翁，卡贝拉翁蒙，加白龙梦，夜归明初，也是做黑怪面抽，你把野鬼赶出去，也是草，也是草，明年三个面草，咖啡龙蒙，加贝龙蒙，他去了加贝龙，也是就是drive off， 就是驱赶野鬼黑怪面野鬼错。耶稣草里面三个名头加贝龙梦去了这个加贝龙镇，耶稣主黑怪面错，耶稣草里面三个名头加贝龙梦，他就到了加贝龙镇，有足球像一只风筝。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人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